哥住楼顶。今仔日咱若去到伫较都市化的所在，四界拢会看到1、2十层，甚至搁较悬的办公大楼，也是公寓大楼。每一间大楼内底拢有电梯，毋免搁爬楼梯爬甲平平喘，实在是真方便。古早时代，一般人的生活水准无亲像今仔日遐尼啊悬，所徛起的厝体差不多拢是土角厝，也是红砖仔厝。若是较好业、生活较富裕的人，才有楼仔厝通住。这种楼仔厝一般称作西洋楼。这款西洋楼大部分是起2层，上悬起到3层，真少看到3层以上的楼仔厝。古早人真注重家庭伦理的生活，大部分的家庭拢是囝儿孙仔几两代做伙大。除了长辈过身，真少有分家徛起的情形。伫还未分家以前，囡仔大汉娶某生囝，不得不伫同一栋楼仔厝，大家分开住。一般的情形，拢是爸母年纪较大，住伫楼骹比较较方便。小弟甲弟夫仔住2楼，大兄甲阿嫂住上楼顶。所以兄哥住楼顶就是哥哥在上的意思。伫台语中，哥甲哥是同音字。简单讲起来，兄哥住楼顶就是哥哥在上的意思。这就是咱台语趣味的所在。咱的社会里有真侪这款哥哥在上的人，还未升官以前，颔棍是软软软。做官了后，目睭是生伫头壳顶，毋捌你是啥物碗糕。这就亲像遐个民意代表，选举以前叫你乡亲时代，当选了后，哥哥在上就无甲你看在眼内。箴言甲咱讲，败坏的大省人的心是骄傲，尊贵的头前是谦卑。箴言18章12节。这嘛是在教示咱，徛伫愈悬的所在，就应该学习愈谦卑，免得爬愈悬，将来摔甲愈吃力。兄哥住楼顶。今仔日咱若去到伫较都市化的所在，四界拢会看到1、2十层，甚至搁较悬的办公大楼，也是公寓大楼。每一间大楼内底拢有电梯，毋免搁爬楼梯爬甲平平喘，实在是真方便。古早时代，一般人的生活水准无亲像今仔日遐尼啊悬。所徛起的厝体差不多拢是土角厝，也是红砖仔厝。若是较好业、生活较富裕的人，才有楼仔厝通住。这种楼仔厝一般称作西洋楼。这款西洋楼大部分是起2层，上悬起到3层，真少看到3层以上的楼仔厝。古早人真注重家庭伦理的生活，大部分的家庭拢是囝儿孙仔几两代做伙大。除了长辈过身，真少有分家徛起的情形。伫还未分家以前，囡仔大汉娶某生囝，不得不伫同一栋楼仔厝，大家分开住。一般的情形，拢是爸母年纪较大，住伫楼骹比较较方便。小弟甲弟夫仔住2楼，
大兄甲阿嫂住上楼顶，所以兄哥住楼顶就是哥哥在上的意思。伫台语中，哥甲哥是同音字。简单讲起来，兄哥住楼顶就是哥哥在上的意思。这就是咱台语趣味的所在。咱的社会里有真侪这款哥哥在上的人，还未升官以前，颔棍是软软软，做官了后，目睭是生伫头壳顶，毋捌你是甚物碗糕。这就亲像遐个民意代表，选举以前叫你乡亲时代，当选了后，哥哥在上就无甲你看在眼内。箴言甲咱讲，败坏的大省人的心是骄傲，尊贵的头前是谦卑。箴言18章12节，这嘛是在教示咱，徛伫儒权的所在，就应该学习儒谦卑，免得被儒权将来摔甲儒食力。